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！我係4B 班嘅陳俊森。今日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：假設你係犯人，你應該避免到乜嘢？係警察、閉路電視？原來最令人意想不到嘅係天上嘅太陽。喺我今次介紹嘅呢本《大偵探福爾摩斯：太陽的詞唔係證詞》裏面，個犯人攞咗張相嚟做不在場證據，呃晒所有警察，但偏偏俾福爾摩斯發現到漏洞，就係張相裏面嘅影子有問題。原來我哋發現只需要用啲科學知識就可以揾出犯人有冇講大話。人可以造假，但係大自然嘅定律唔可以講大話。如果大家想知道福爾摩斯係點樣用科學嚟破解難題，就去圖書館借第37集嘅《太陽的證詞》。我嘅分享完畢，多謝大家。